全国3级警戒假期市内3个观光夜市对5月15停业到打，主题会也希望讲7月12过后有机会开店做生意。市政府今仔日嘛派人去到现场会勘讨论。夜市主题会代表甲市府人员讨论防疫规定，家己是3大观光夜市甲店头，希望7月12未解封，会当符合防疫规定，重新开始营业。路口吼，拢要派人伫遐管制啦。但是这经费拢总开起来，可能要是30万。采取就是社交距离的安全的用餐环境哈，然后还有我们外带的动线都有做这样的规划。夜市做生意的档店家为着未解封嘛，开始做准备，表示应该爱有设备甲规定拢会配合。不过针对夜市出入口管制的部分，主题会嘛希望市政府会当斗3工。那我们有隔板把它隔开。然后就是进来酒精消毒量体温这样。比较侪条，人数差不多爱偌济，由阮的保卫和市政府大家来配合。嘉义市建设处表示，配合中央的指示，出入口甲档的实验制、虽然面大、食物勘挂、社交距离等等的要求拢爱落实，会针对主题会搞的防疫管制措施设计书甲计划来评估，尽量辅导摊商甲店头会当符合营业的防疫规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